今日帶你用最平嘅價錢買低港珠澳後花園最高 level 嘅別墅啊 ，total 168萬就可以攞低呢套，同時擁有3湖海稀缺資源，仲有深海溫泉入湖，平時一家大細喺呢度浸下溫泉，享受下天倫之樂啊！中意釣魚嘅朋友仲可以喺呢度搭嘅碼頭，平時釣下魚，仲可以泊架遊艇仔，隨時隨地出遊啊！到嚟睇翻我哋嘅戶型格局先，我哋大前後花園嘅，咁呢度餐客廳一睇落地玻璃採光係非常之通透嘅。出到嚟我哋呢度咧，首先送咗一個大嘅庭院俾你啊，任你設計。同朋友喺呢邊飲下茶，過到嚟呢邊 BBQ 都冇問題㗎，門口仲可以泊得落2架車啊。咁呢度咧仲做咗一個工人房，或者你可以作為接待客人都冇問題㗎。上到嚟2樓啊，我哋做咗2個套房嘅，同樣都可以望見咁靚嘅湖景啊。所謂嘅詩和遠方啊，只不過係你每日擘開眼嘅日常啊。每日起床望見咁靚嘅湖景啊，咩煩惱都冇晒啦。出到嚟我哋仲做咗個空中花園啊，咁靚嘅環境，私人嘅海域、私人嘅碼頭、私人嘅濕地公園啊，屬於你獨一無二嘅水上威尼斯啊。有興趣嘅話 PM 我。